2005年開始開咗個 studio 啦，跟住2028年啦，2008唔係2028，sorry，2008年係啦，咁咧就開多咗一範咧，係關於嗰個叫咩成長發展嘅，咁所以就要起一個中文名啦。因為如果唔有一個中文名咧，啲人就唔知道原來我哋有呢一樣嘅範疇嘅嘢啊。咁就係成長發展嘅。咁所以我哋嘅中文名咧就叫喜樂兒成長發展中心。喜樂兒成長發展中心係啦，所以呢樣嘢冇乜人知嘅，even我哋啲家長都唔知嘅，係啊，因為即係我唔係好成日會 promote 我哋公司有啲咩 course 或者有啲咩學。有啲咩即係唔會好多時去 sell 我哋自己公司咯，係啊，佢主力都係我哋真係靠家長嘅 referral 咯，即係佢哋覺得好，佢會介紹俾朋友，俾身邊嘅朋友，咁所以我就可能冇呢個習慣，就係成日都要介紹我哋自己公司，係啦。好啦，咁而家開咗8分幾鐘啦，咁啊，咦，有2位朋友仔。可以㗎，可以隨時留言問問題啊，關於因為即興嘅係啊，咁就又到考試季節啦，跟住家長紛紛咧都會進入呢個地獄狀態。因為點解我話地獄狀態？因為我成日都聽到身邊啲家長考完試之後啦，翻嚟上堂嘅時候就會簡直係地獄啊！仲辛苦過翻工啊咁啊，所以我個就用咗佢哋個心態擺落去，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，即係話係啦，即係我覺得係即係雨過天晴啦，雨過有天晴啦，即係嚟緊咧，即係經歷過呢個咁地獄嘅特訓之後咧，大家就會享受一個減壓嘅暑假啦，係啦，咁呢個係幾好嘅，好彩聽日都係公眾假期啦，好彩意思即係話難得一日。公眾假期個感覺係開心啲㗎嘛，即係真係6月冇㗎啦嘛，係咪啊？6月有冇紅假？冇㗎咯，應該睇下先。6月冇紅假㗎咯喎，咁即係5月最後一日竟然仲有一個公眾假期，所以感覺上我諗都係開心嘅。雖然當然好多人嚟講都係仲匿喺屋企溫書啦、操卷啦，咁但係姑勿論咁啊，希望大家都都 enjoy 聽日個紅日啦，係啊，咁我見冇乜人留言喎，唔緊要，咁我自己做少少分享咯，唯有定係我去 IG 度開 live 好啲咧，因為始終家長 group 都係喺 IG 為主，係啊，Facebook 可能佢哋真係唔係好知道同埋我問過啲 friend，佢話要撳埋個 long long 先得，因為撳咗個 long long 咧，即係訂閱隔離有個 long long，要撳咗個 long long 咧，咁我咧彈出嚟 live 咧，或者我一 po 啲片又好，佢哋就會即刻收到通知咯。咁所以可能大家就要撳多一下。好啦，其實我真係想研究嗰個修飾功能喎。咦？撳咗一下一個修飾功能，啲皮膚好似即刻靚仔咗。我試下唔撳先，關閉。哦，原來係咁，都唔係好爭好遠啫，係咪啊？好啊，我中意真面目嘅，其實係啊，定係你哋覺得都唔係好好咧？想要翻個修飾功能啊？我又玩下先，幾靚喎，就真係。修飾功能咧，自我感覺良好嘅係，即係我自己望翻自己咧，好似順眼啲咁多。咁但係我自己都係覺得真面目係最好嘅。OK，係啦，呢個就係關閉修飾功能。跟住下邊嗰個又係咩咧？哦，OK，好，等我試下整翻先。原來係咁嘅，好搞笑啊！